数据二专统测张科刷，也毋过传出讲有英文的课题是抄国外网站的文章，佫无注明。专校总是呼吁讲，应该爱针对出题目的老师，爱有规范甲要求。测验中心嘛表示讲，因会来了解状况，讨论了后才来对外说明。133学年度统测结束，关系真侪学生未来发展。不过传出200多考完的外语群、英语类专业科目，并开考题综合测验第一大题，用要甲国外网站文章同款，连解释拢无。除了提掉较艰难的单字以外，其他部分甲原文用要同款。专校总批评根本就是用抄的。如果说我们命题老师的就做出这样的不良示范，是不是也跟学生说抄袭是无所谓的，引用别人文章是无妨的，但是你必须要做适度的改写，而且注明出处。专校总认为，命题参考至少爱做句型结构调整，或者是改变一些同义词，并未提完全同款的题型来挑刺，各名加做写这个理由。测验中心执行长林尚平出来讲话，命题老师爱将考题应用在各种领域，所以题目至少有参考，不过也强调各界质疑的观点，拢会斗阵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来讨论。因为英语老师他不见得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专业的哈，包含说环保啦，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时事啦等等。那因此或许都会有参考某一篇文章，然后来测试学生相关的英语能力等等这方面。到底是不是有命题无适当？一旦统测委员会调查清楚状况了后，才做决议。佮对外说明是不是调整分数？专校总认为这代志无关答案应该被送分，不过呼吁测验中心对命题老师要有进一步的规范，要求专业度甲精准度。若无，敢若会动荡打击考试的威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